乡亲啊，这个热天烧烘烘，真喙焦，啉一杯茶饮料真清爽。有一直咧宣导，讲啉迄种有掺糖的，人会起大哭，所以就有人逐工拢来一杯无掺糖的茶饮料。但是，毋是啉这个无糖茶就无代志哦。这个茶类内底草酸会增加着腰子结石的风险，而且这个茶利尿更加需要补充水分。要来提醒乡亲，这个白滚水是任何的饮料拢无法度代替，也就是讲，热天要解喙焦，啉白滚水上健康。那到底为什么会肾脏发炎这么严重啊？哦，可是我真的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不喜欢喝水。无爱啉水人爱细致，有可能像这个艺人小甜甜同款，腰子结石爱开刀，因为逐工都用茶代替水。很浓的茶里面草酸会高起来，那可能甚至会增加结石风险。那你如果完全喝这些会脱水的饮料，你就让自己陷入容易中暑跟热衰竭的境界。啉无糖的茶也是乌咖啡，因为利尿更加需要补充水分，要热天一个到。真侪人爱啉饮料，这甜的饮料唔奈何体重增加。依照2013年美国心脏也就是腰子医学研究，一天若啉一杯有糖的饮料，腰子结石的几率会提升23%。精制糖本身就会增加结石的风险，好，或者增加它的味道等等的，加磷酸盐。那磷酸盐本身就是磷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，所以这个加了磷酸盐动作也会增加你结石的机会。建议每一天的啉水量是体重乘30cc，也就是讲一个体重70公斤的大人，逐工需要补充2100cc 的水。无论是有甜还是无甜的饮料，真了无法度代替白滚水。